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湾上早的王爷庙，就是台南的普济殿，将要来举行着已经180年无举办的王孙祭。这个庙方是开真侪钱，打造着帝王级的王船，选择着粮食节日，开放着王船抢，予乡亲来参观。 透过缩时影片记录王船采画过程，伊才文献普济殿为清朝的时到王船祭的传统。即摆经过180档了，又搁盛大举办。王船整体设计真有卡数，除了船头是画5角金龙，东镜搁按5块钱。我头前的船仔的头前就是用5了，迄东镜内底有顺治、康熙、雍正、乾隆、嘉庆。 有这5个皇帝帝王船安置内底。这个帝王之船开450万，长29公尺，到伫市区内算是上大王船之一，嘛泡英国王船是浅色的印象。王爷讲特别交代爱画乌色的，佮搭配雷金甲彩绘，以及代表吉祥的灵寿等等元素，真气派。八仙是呈现伫这个腰带的部分，底部是做咱这个10大神兽。 普济文水协会嘛规划系列的讲座，带大家深入了解王朝的文化意涵。这个初5王船也会出巡，邀请乡亲做伙参加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